國際男性交流協會台南市會、台南縣會以及台南市精英會會員姊妹，特別在11月25國際終止婦女暴力這天，來到林來領往百貨公司廣場頭前宣傳，向各路民眾宣導反家暴、反暴力以及反毒重要。11月25號是我們全國連線，由我們現任總監、秉會總監帶領45個分會，在13個區域辦113一通反家暴。我們的宗旨是反家庭暴力、反性侵、反毒等，都是我們南新每一年的重要公益活動。出席的台南市的有我们台南市国际男性交流協會，還有我們的精英協會，還有我們台南縣會哈，共有3個會一起在我們的遠百來這邊一起來反暴力。其實反暴力不是只有兒少或婦女，連現在的長輩也是會有家暴的情形，所以這個都是我們彼此要互相的來關心，所以很感謝今天來共襄盛舉全世界的1125反家暴的協會。響應國際男性交流總會號召，台南市會、台南縣會以及台南市精英會準時佇上午10點起，甲全台13區總共45個分會，透過直播共同宣導國際終止婦女受暴力，提升國人對着反家暴議題關注。我們台灣呢有45個分會，13個區哈，那一起來推廣，最主要是要推廣性別平權的一個思維，然後讓更多的男性，然後來尊重女性的自主權，然後改變婦女在家庭還有社會遭受的不平等的一個待遇哈。1125國際終止婦女受暴力活動，希望喚起社會大眾對婦女遭受暴力重視與關懷。暴力不應該沉默，只要1分關懷，就能減少1分傷害。讓我們一起守護力量，讓每位婦女都能生活在安全之中。婦女以前都是經常被家暴，其實現在男孩子也會被家暴。那我們的宗旨就是反家暴嘛，哈，然後幫助一些女青年。他們助學方面，或者是他們要創業方面，我們會培育技能，讓他們成長，讓他們創業這樣子哈，讓就是他們不會失業了哈。尤其是中年的婦女哈，有時候變成說單親方面的家庭，我們會特別的幫助。國際男性協會秉持着女人支持女人的理念，長期成立社區協助弱勢婦女和女性，同時關注社會議題，透過教育力量翻轉因的生活和未來。社會局嘛呼籲，面對身邊疑似受暴情形，應該撥卡113保護專線，也則是到社會安全網關懷醫師來網站通報，讓專業人員及時介入協助。台南新聞張世偉採訪報道。